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個 channel，我係動漫者啊。話咁快又到新一季，2026年4月新番就殺到埋身啦。今次4月新番雖然唔似之前1月新番咁樣，一開波呢就有好多人氣爆棚嘅現象級作品啦，但係今季嘅新番數量可以話係近年最多。作為大家嘅追番指南，我動漫者呢已經幫大家做足功課，從中呢挑選咗一啲我個人認為絕對唔錯、極有潛力嘅必睇新番推薦俾大家。記得睇到最後，留言話我知你最期待邊一套。好啦，廢話少講，我哋即刻入正題先。首先由續作開始講起啊。第一，關於我轉生成為史萊姆這檔事第4季開會番又嚟啦。不過呢，大家放心，劇情呢已經步入終章階段，開會嘅情節呢會越嚟越少，劇情高潮位同埋打鬥場面呢亦都會越嚟越多。同時每個勢力呢都終於發揮到作用啦，真係好希望今季呢經費在線，因為帝國篇呢有超級多大場面會出現，冇翻啲經費呢就展示唔到小說嗰種震撼，分分鐘變成一拳超人第3季咁就慘啦。而今季最把炮嘅就係竟然分割做5個季度，首先呢會連播2個季度去到10月，5個季度加埋足足有60集啊。小說帝國篇確實係需要呢一個長度去講嘅，不過有啲奇怪，點解官方呢唔直接用第5、第6、第7季咁樣去命名？另外提提大家，原創劇場版《滄海之淚》呢原定會喺5月香港上映，史萊姆粉絲千祈唔好錯過啦。第2 Re:Zero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第4季，今季絕對係從零最重要嘅章節之一。主角群終於去到沙漠嘅賢者之塔，為咗將雷姆叫醒。到底我哋萬眾期待嘅高人氣角色雷姆，今季會唔會醒翻呢？另外，今季呢仲會加入咗2個全新嘅重要角色，其中呢包括咗初代劍聖，仲要係由杉田智和配音，單係呢一個陣容呢已經值得期待啊！第3入間同學入魔了第4季，今季主要內容應該會涵蓋音樂比賽同埋跨年前嘅演唱會。咦，點解好似轉咗類型做偶像番咁嘅？相信大家最期待嘅一定係主角入間女裝同埋再次黑化嗰個大場面啊！第4我的英雄學院 OVA， 我英呢仲有 more 啊！最新 OVA 會喺5月2號推出，大家覺唔覺得睇完8季嘅我英好似仲差少少嘢未解決咁樣呢？呢一個 OVA 呢將會完美咁樣補完翻呢啲劇情，所以呢粉絲必睇啊！第5 One Piece 海賊王第2季艾爾帕布篇，估唔到有生之年呢竟然會見到 One Piece 出現喺新番預告入面啊！原因呢係上年12月底官方終於結束咗20幾年嘅動畫連續播放，改為同而家大部分嘅動畫一樣，採用新番季番形式去連載。官方話咁樣呢會令到動畫製作更加精緻，唔使每集呢都喺度拖慢劇情，或者用原創動畫嚟拖集數。所以 One Piece 第2季就喺今個4月正式強勢放送啊！第6 JoJo 的奇妙冒險第7季飆馬野狼，今季可以話係全新嘅世界觀，故事發生喺1890年，講述主角參加橫越美洲嘅賽馬大賽。今個篇章喺漫畫黨心目中咧人氣極高，就算你從來冇睇過 JoJo 咧，都可以直接由呢一套入坑一試，絕對唔會令你失望啊！好啦，講完續作，接落嚟咧就講下我個人覺得咧極具黑馬潛力嘅全新作品。第7詹姆士的魔法工房，延期咗咁耐嘅新番終於要出啦！呢一部作品咧原作漫畫拎過幾個國際大獎，作者嘅畫工之強咧係其中一個大賣點。之前動畫 PV 一出，因為品質極高，已經引嚟好多討論，絕對可以話係今季最頂作畫之一。延期到今日咧，完全係值得嘅。故事咧講述呢一個世界嘅魔法係可以畫出嚟嘅，唔識魔法又冇資質嘅女主一直都好想用魔法，偶然睇到其他魔法師施展魔法嘅過程，就有樣學樣咁樣想復刻啦。點知一個唔小心就將自己阿媽石化咗，為咗尋找救阿媽嘅方法，佢就對住魔法界嘅5條悟嚟拜師。呢一套嘢咧，除咗畫工屈機，魔法設定咧亦都好嚴謹同埋有趣，對魔法嘅用途啦、施展範圍、禁忌咧都有好詳細嘅描寫。故事核心圍繞住2個對魔法有唔同睇法嘅派別對立而展開，睇住女主一步一步得知魔法界嘅殘酷而成長，真係好有睇頭啊！第8主播女孩重度依賴，淨係睇 PV 可能以為係超時空要塞或者輝夜姬嗰類偶像作品，點知原來係恐怖遊戲改編嚟嘅。要比較嘅話呢，就係同心跳文學部差唔多類型嘅視覺恐怖遊戲，觀眾亦即係玩家會扮演一個實況主超天
象嘅 producer 輔助佢直播。但係其實超天象係一個精神唔穩定嘅地雷妹，原作呢有極多壞結局，喐啲呢就同玩家發癲，仲會帶出網路上嘅唔同生態。今次動畫版出咗唔少原創角色，畫風呢仲變咗做偶像劇風。到底動畫組會點樣還原原作嗰種多重結局嘅恐怖感呢？真係令人好好奇啊！第九，黃泉使者，鋼之煉金術師方川宏老師配合骨頭社嘅全新大作。上一次呢，佢哋合作呢，正正就係神作鋼煉 FA 呢部作品呢，一開始就已經有個大反轉，男主至少就同雙胞胎妹妹住喺一個古老嘅村莊，從來冇出過外面嘅世界。但係有一日呢，村莊俾人襲擊，而帶頭襲擊嗰個竟然自稱佢先至係真正嘅阿妹。自此呢，男主就踏上旅途，要揾出世界嘅真相，同各種勢力交流。喺呢度我就唔劇透咁多啦。呢一部作品啦，同鋼煉一樣，係要實質睇過先知邊度好睇。總之呢，追就啱啦。第十，婚姻毒素，Jump家最新改編作。身為殺手家族嘅男主，為咗唔想妹妹變成家族嘅生產機器，決定自己揾人結婚傳宗接代。但係佢作為殺手根本唔知點做好，又唔識同異性相處，終於俾佢遇到一個戀愛詐騙慣犯。男主覺得佢對呢方面好熟悉，就委託佢做專家，幫自己揾對象。點知 U 竟然是個 boy。呢一位慣犯呢，明明點睇都係一個超級美女，但係佢竟然話自己係男仔。不過佢都講慣大話，之後真相原來佢真係女女嚟都未定啊。於是呢一位男二呢，就幫男主編排點樣攻略唔同女仔，增加佢哋嘅好感度。因為男主最大魅力呢，就係戰鬥救人嗰陣，所以呢會有唔少嘅戰鬥畫面。成個過程風格有啲似 Spy Family 呢，係嗰種搞笑類嘅動作大片。單睇 PV 嘅戰鬥場面呢，絕對有保證啊。第11，朱音落雨，將落雨呢一個靜態嘅單口喜劇活動變成熱血嘅戰鬥番，同傳統落雨俾人覺得係嗰種老人活動嘅印象唔同。呢部作品俾人感覺係年輕有活力，每次角色開口講古呢，氣場勁到好似領域展開咁樣。故事講述主角嘅父親被逐出落雨師門，主角為咗證明自己父親係有實力嘅，決定要成為落雨家嚟報仇，並且要揾出父親被逐出師門嘅真相。對比起傳統戰鬥番，呢一套嘅舞台就係戰場，表演就係戰鬥，表演風格就係放技能，高潮就係放大招。所以呢一部番要成功呢，就一定要畫面撐得住，作品嘅作畫品質啦，配合音樂非常緊要。依家呢，我對呢一套呢，真係又期待又怕受傷害啊！第12，輪迴的花瓣，故事講述呢，有一種叫做輪迴之枝嘅道具，可以令人呢用翻前世嘅能力同埋形態。一開始使用時間有限，但係如果用得越多能力就會失去自我，成個人呢會俾前世取代。所以呢一部作品會出現超多嘅歷史人物，例如南丁格爾、牛頓、愛因斯坦、畢加索、宮本武藏等等。佢哋嘅技能呢都會因為歷史典故而定。總之最大看點一定係類似 Fate 嗰種英靈大亂鬥。第13，春夏秋冬代行者春之舞，紫羅蘭永恆花園作者嘅最新作啊。故事講述春夏秋冬分別代表4個代行者。10年前春季代行者突然消失，令到國家永遠都處於冬季。終於原本已經消失咗嘅春之代行者克服千辛萬苦，以人神之姿重返世上。我哋就會跟隨佢同埋佢嘅保鏢，睇佢點樣排除萬難，令土地回復生機。故事依舊保持住作者一貫唯美嘅抒情風格，當中呢亦都有唔少嘅淒美別離同埋重聚。中意催淚治愈系嘅朋友絕對值得期待。第14，公雞鬥士，怪物侵略地球，企出嚟拯救人類嘅竟然係隻雞啊！冇錯，雞都可以做英雄，佢仲有志同道合嘅同伴。動畫嘅戰鬥畫面一啲都唔馬虎，但係搞笑場面呢就更加正到爆。例如有人叫公雞食炸雞，同埋有一段超著名嘅迷因。第15， Riot Games 欺詐遊戲，20年前嘅經典鬥智漫畫終於迎嚟全新動畫改編，相信有翻咁上下年齡嘅宅宅都一定睇過2007年嗰個日劇嘅改編版。好多時有新嘅鬥智作品推出，唔少人都會拎翻呢一套出嚟比較，可想而知佢嘅地位啊。故事講述天生唔識呃人嘅女主同埋心理學碩士嘅天才主點樣諗方法突破呢一場殘酷嘅欺詐遊戲，智鬥翻愛好者必追啊！
好啦，接落嚟呢就講下今季推薦嘅戀愛番，準備好食狗糧未呢？第16啊，容易對付的惡魔大人。身為惡魔嘅女主本來想食人類嘅靈魂，但係佢嘅學弟竟然以為吃掉係另一個意思啊！誤打誤撞之下，兩個人就開始拍咗拖。呢一套呢係典型嘅高攻低防，女主表面好惡，但係俾學弟聊兩句就面紅耳赤。一開始呢，佢想食人類靈魂係因為覺得好好食，但係同學弟一齊咗之後，原本覺得冇咩味道嘅普通人類食物都變得好好食，仲會調翻轉保護男主，唔俾其他惡魔食佢嘅靈魂，真係好 sweet 啊！第17，我和班上第2可愛的女生成為朋友。一睇個名就知道係輕小說標題啦。表面上呢係同女仔做 friend， 實質上大家都知係友情變質。不過同其他輕小說唔同，呢一套呢唔係後宮向，而且男女主角好早期就已經起埋咗一齊。之後嘅劇情啦，就係睇佢哋點樣應付拍拖之後嘅各種難題同埋日常。風格有少少似上一季嘅相反的你和我，純愛戰士必睇。第18，冰之城牆，正就係相反的你和我作者嘅另一部作品，不過呢一套呢就冇咁歡樂。女主天生表情冰冷，俾人稱為女王，但係其實呢佢只係唔識同人相處。而男主呢就係超級 E 人，佢會主動接近嗰啲容易孤僻嘅人，完全冇同其他人交際嘅距離觀念。今次作品呢就係由 I 人角度出發，深入探討青春期嘅內心變化，係本作嘅一大賣點啊！第19，複製品的我也會談戀愛，設定非常特別。女主呢係由本體分身出嚟嘅複製品，當本體叫佢消失呢，佢就冇死啊！而佢存在嘅價值只係因為本體唔想返學，所以呢叫佢代替本體去返學。但係有一日，身為複製品嘅佢竟然愛上咗班上面嘅其他同學，探討自我存在價值加埋校園戀愛，劇情呢非常有張力啊！第20，女騎士成為蠻族新娘。高傲嘅女騎士俾蠻族捉咗之後，本來以為自己呢世就咁玩完，點知蠻族族長竟然溫柔咁樣照顧佢，仲想娶佢為妻啊！呢一套最大嘅看點啦，就係蠻族族長刮咗鬚之後，原來係超級靚仔嚟嘅，唔怪之得會變咗純愛喜劇啦！睇住女主理解到唔同嘅文化之後，思想漸漸改變，過程好笑又溫馨。第21，茉莉花醬的好感度正在崩壞。男主有一種特殊能力，係可以睇到同班女同學對佢嘅好感度，但係唯獨係青梅竹馬嘅好感度係呈現腐爛狀態。原來係因為青梅竹馬對男主嘅愛太沉重、太病嬌，先至會變到咁樣。去到故事後面，唔同女同學嘅好感度亦都會慢慢發生變異，可以進化成第2形態、第3形態，甚至係屎魔化、具象化，最後仲會反過嚟影響現實。真係估唔到，單一條好感度吧都可以玩到咁多嘢出嚟啊！好啦，以上呢就係我動漫者為大家精心挑選嘅4月新番推薦。今季呢都真係百花齊放啊！無論係大作、續作、熱血戰鬥、懸疑智鬥，定係純愛發糖，都總有一套啱你心水。唔知大家最期待係邊套呢？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如果中意呢條片，記得俾個 like share 俾你身邊嘅動漫迷朋友，仲有撳埋個訂閱掣，加埋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我最新嘅動漫資訊啦。我係動漫者，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